这是我最珍爱的一个球，先祖曾经踢过，你就用它来练习吧。哼，你要教我踢球？有何不妥？我知道你球艺不精。好，好，好，说吧，咱们怎么踢？你要干嘛？整日里净想一些污秽之事，穿着裙子如何踢球？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挺麻烦的。来吧，咱们踢吧。你就把我当成球门，射。今天的成果还是不错的，你总算踢到了球。像我这种天资愚笨的人，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所以，对你这种天资愚笨的人来讲，更需要加大力度训练。哎呀，妈呀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